先生，这个所在遮尔大，我要找到什时才能找到玉华呢？哎，较有耐心的啦，皇天不负苦心人，你看看找，阮有哪找，你一定会找到恁家后的因事看办。相公，少良，少良，相公，少良，少良。先生，我甲亲像有听人咧叫我名呢。哟，我敢若嘛有听到呢，你看看嘛，紧的啊！玉华，玉华，少良，是玉华，玉华，少良，少良，玉华。你是在创啥物哈？给我过来。我甲恁讲哈，恁如果若是无乖乖听话者，我就甲恁打屁屁哈。你甲看卖，因两个即马伫遐，安尼是毋是真感动哈？毋是袂晓拍屁股啊，就啦，我笑笑。你，所以讲咧，因两个即马呢，有真侪话咧讲，无需要关照。那呢？听口令，一人，加油，转！你是平时不出操，是电话跟你严王需要沟通的，转过来，不出操，不出操啊！听口令，节目走，颠倒，颠倒，精神大声。哎呀呀呀！唱到这个打鬼棒，这么好玩啊！哈，实在是真唔甘，像这种代志，我看我就等下甲放一记啊，袂用的，得来用检举来关，这是玉帝予伊有专利的呢。玉华。相公，你安尼是咧创啥物啊？是我不，是我，是我。相公，玉华，拢是我害你阴阳鬼阴死，拢是我。即马一切代志我拢明白啊，是我冤枉心去害着你。相公，是我唔好，我无应该安尼个想袂开找死路，是我唔好。我到即摆，我才知影。原来死是无法度解决代志，相公。好佳哉是先生带我来见你，有办法帮助你转去还阳，咱来走。心机，爸。哎呀！哎，唔通故意，唔通故意。我想我是咱东阿婆的温情，一点仔代志啊，我也袂当甲你斗帮助啦。不过看这个情形，时辰已经过去。不过无要紧，咱赶紧转去啊！陈大夫啊，你赶紧甲伊红线体啦，安尼借着红线枝啦，回阳咯。啊！转去，怎么时阵转去？我嘛唔知，哎呀，哎了！哎呀，我这个人操心啊，死不清啊！为什么我互你害个牙怪啊？你知啦？心机，安尼咱是要安怎啦？我哪会知影要安怎啦？静静啊，你等我紧想一个办法咧。想，慢慢想啊！光明灯花去，时时过去，红线转去，袂当转去。你相信？哎呀，那是要安怎的？哎呀，好家在！怕鬼看主人，怕鬼看主人，将大人有请了。怎么啦？谁欺负你们了？没事，没事，没事。没事，叫我出来干什么呀？阮只不过是找无路通转去，想要叫江大人你出来甲我带路一。哦，是这样的啊。
前面不远处就是6道轮回轮转台，我带你们到那边去，借着轮转台的力量，送你们回阳。那呢？唔赶紧。啊，趁四下无鬼，我们走吧。兄弟，我欠你一次。那今嘛我就要还你一次啦。那我就打平啦。不相欠啦。对啦，对啦。走。走。青阳鸡脆刀，进来啉嘛。谢谢，你敢会吹单？我带你来走几工，后一年喙呆。不过咱老酒上介好啊。那呢吼，我会用3杯茶，给你吹单。不可以，不可以呀！这不是普通的茶，这是孟婆汤啊！你们如果喝了孟婆汤，就把今生所有的事情都忘记了，所以不能喝，千万不能喝呀！哦，这尔啊厉害啊！哎呦，我看吼，卖啉甲套动，总大人啦，你已经出转来，甲啉。走。总大人。孟婆，本官有事要做，你先下去吧。你们2位也下去。罗汉爷，请。我又欠你一次啦。不止一次，好几次啦。走吧，走吧。多谢张大人。快进！阎王，焦将军，你今何大道？阎王何出此言？文据报告，你私访勇敢的人进地府，而且都迫害地鬼。你出来帮我等于勇敢，你还能做咁丢？这。杨军，你看，迄个就是自杀的老妖婆。蒋大人唔知是用什么方法，甲这个花心交结，竟然将打鬼当交予伊，互这个花心伫地府之中传来，要将咱的分票拍散。杨军，请你做主。阎王，不要听一面之词啊！好啊，好啊，别个讲啊，蒋将军，你羞辱的是何位？福宝大将军。掠鬼天书，竟然不知天伦，尽发还还，破坏地鬼，才本龙上奏天庭了后，前置定罪。小等一下，阎王啊，这顶帽啊，你敢袂嫌讲戴了伤大顶？花心，这唔是寺庙，卖伫咧遮念经。阿弥陀佛。回修，你到底是什么人？我乃是杭州西湖灵文寺道济。道济。哦，哼，还本老好相识。我就是罗汉呀！小王不敌罗汉呀，金心港。然后台湾的所在，请罗汉呀唔通见外。小王这时令人去准备，所以咱为罗汉呀接驾。不敢。啊，头拄只，大声细声。
偏偏叫足嚣摆讲本哦，啊，即摆咱一下就变做小红的，哪安尼？我已经感觉我自己很拍马屁了，没想到他比我拍的还严重啊！唔知罗汉爷肯接受我的交代？免啦，免啦，杨王啊，回想我走来地府啊，已经感觉非常无妥当。如果害这个江大人冒犯用之，这小事，小不点的小事。卖讲你是要借本王的打几棒，就是罗汉爷，但会当替我一顶皇冠，我嘛感觉真高兴啊！杨王啊，不敢嘛，就打几棒，啊无，我滴你这顶帽啊。即马吼，连这素菜我也吃袂落去咯。哦，要不然呢？请罗汉爷踮我这个所在大几工啦，让我带你来去欣赏我这所在的美丽风景。啊，美丽风景。杨王啊，你这不是山岛，就是路游顶呢，啊，不是鬼池，就是鬼头斩呢。啊，我回想看到吼，安尼于心不忍，真正是阿弥陀佛哦。这个罗汉爷，我不知歹思考。杨王啊，回想我不是歹思考，只不过啊，想叫你杨王，会当答应我一件小不忍的代志。哦，你讲，我拢会答应。哦，啊那呢，我想要带走这个老妖怪的亡魂，不知真无用嘞！杨贵，我被闯入地府已经是唔对啊，啊，即摆佫想要带走啥物？有本王伫这，干嘛你讲话一点？对，阎王啊！如果你不教训一下小鬼的话，真显得出你阎王的威严呐！对。请罗汉爷，你来个教示啊？会用的少。可以。那呢，我就无客气咯。江大人，不是我，是他呀！是啦，打鬼棒就这个啦。就这个？哎，那你又欠我一次啊！趁你这一次向阎王讨。大人，不是我，是他呀！是啦，打鬼棒就这个啦。就这个？哎，那你又欠我一次啊！趁你这一次向阎王讨。杨姑哪是这样啊？回去啊，我唔敢。为什么？我真正唔敢。哎呀，恶鬼啊！你来勇敢的时阵，你对我大细声屁屁叫，哈，佮教我爱叫你鬼爷爷。啊，即马伫咧地府，又佮夜武王位，祸害你阎王的清白名声，你呀哈，实在是爱甲你讲，家里有大人，爱较乖咧，哎呦！好厉害呀！不玩才不会变面。罗汉爷，你帮阎王啊清理门户，阎王应该感激你才对呀。感恩呢？对，多谢罗汉爷。哎呀，若是安尼食，我想要带走这个人，不是，这个亡魂，因两个永寿该终，你要来你帮伊转。对，罗汉爷，这是有违轮回的。
要三思啊！叶王，请叶王你大发慈悲，放我娘囝回去。我有少量愿意借我家用手，来弥补我的娘囝。叶王，我求你，我求你。相公，我今日当直接甲你见一面，我已经感觉足乖笑了。我拜托叶王，替阮相公家庭好受，又还我一点点付受苦。妈，我说你若袂当来，我嘛真愿要留人遮。欢迎相公，我倒转去济济救人。这个世间还佫有出一代志等你回去做，相公。妈，叶王，我求你，我求你。听因两个人安尼是这么真心相爱，讲到遐尼可怜，我就替因感动啊，肯定要流目屎啊！恁两个还搁等这呢笑会出来？我嘛是咧哭啊！我也是在哭啊！我哭跟笑是一样的。你哭甲笑拢同声啊！你毋无喊你啊？若是放因转去，这是破坏地规，你知无？这，阎王，你可以分分生死簿啊！也毋过阴阳判我无伫咧啊！碰巧了，他把生死簿暂接我这边啦。遐拄好。啊！因两个人爱活到120岁。感谢叶王，多谢叶王。感谢叶王。这面哪有可能啊？无我的代志，无我的代志。叶王啊，要安怎讲无可能啊？你莫人安尼讲啊！安尼善有善报，恶有恶报，毋是无报咧，只是时机未到啊！因两个阿某为人安尼善良，造福人群，敢讲阎王无想要叫我对命着啊？是，既然甲安尼，也无，因两个人同互你来带转去阳间，也我咧，还要准备来去开红砖门，奉送恁平安回阳。多谢阎王。客气。多谢叶王。起来。哎呀，张大人啊！罗汉爷啊！这摆真正爱感谢你咯。刚你来阳间的时阵，我绝对请你食一顿啊粗饱啊！安尼我就多谢罗汉爷咯。我这摆来地府，你连台语嘛会通啊？哎呀，即马国语台语拢爱学，管他伊是罗汉字呢？干麻子。哎。